兄弟们，王秋儿也是登场了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套版本最强王秋儿阵容，不到半分钟就速通一把。这里有推荐心情，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秋儿红3开局才会有特殊奥义，也就是龙魂吐息。那么就进入实战，给大家演示一遍这套阵容如何操作。开局我们看到